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几个奇葩的现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是咱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么下面两个视频就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深化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是11月16号，就是前天。这个视频是关于在江苏的苏州苏州大家知道吧？那是咱们叫最强地级市，有这么一个城管和这个摆摊的之间发生这个纠纷，或者城管管这个摆摊的，摆摊的要求城管出示证件。大家看视频出来，你是老几？我跟你称，你看工作证件没有？你看，那你凭什么管我？你看，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管你？跟你说过了，我们是外包城管的。那你把身份拿出来亮出来呀！凭什么给你啊？你不给我看，你凭什么管我？大街上随便一个人过来管我吗？你证件拿出来看看呢？我给你看什么？你没有证件，你管我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你还不大的级别给你看证件？你没证件，你管我干什么？我管你，你证件亮给我看呢？我叫城管来，你乖乖的走。你证件亮给我看呢？不要牛逼啊！你叫你老大来呢？你叫你老大来呢？你不是叫城管吗？你叫城管来呢？教育，你叫城管来呢？去教育了。人家这创建文明城市他妈现在我城管外包多少年了？他妈他不懂。你他妈，你带谁他妈呢？你跟谁骂他妈呢？承认就骂你，你不承认就不骂你。你这个吃屎！别给我七个八个的，不好摆动人。你别满嘴喷粪，我告诉你。那你就是吃屎！你城管队要去。你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都可以管我吗？外包城管外包，你城管要去。你城管外，我哪知道你是城管外包的？我给你告诉你了呀。你穿的什么制服了吗？还是拿什么证件了吗？你算老几？我不算老几。你这个摆摊你算老几啊？这什么玩意儿的？你什么玩意儿你啊？骂谁呢？骂你了，你什么玩意儿？骂你了，你什么玩意儿啊？文明社会，我告诉你，一边办快办干子去，规矩都不懂还文明社会？你懂啥东西啊？你懂什么啥呀？你懂什么？你出没懂啥呀？你证件拿不出来，你什么人都可以管我。我为什么要去要？你现在管我，你现在就要拿出证件来。外包城管，你迷啊！你现在也火你不是上有要去？明年带货，明年抖音见，你继续骂，你继续骂，你继续骂。就你会抖音，我不会抖音。可以啊，可以啊。就你那样嘚的啥抖，我骂你都不配。我不配，你不配啊！对呀，我不配。你不配被我骂，知道吗？我不配怎么着？你都不配被我骂。我不配被你骂，你还在给我搭话干什么？我想大家看完视频就明白了，这个城管嫌这个摆摊的级别太低，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但是这个摆摊的也轴就非要让人出示证件。对，这摆摊的人呢，现在法律意识上来了，对吧？你城管执法，你得有证件呢。然后这个城管说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看，对吧？你只不过是个屁民，你应该接受管理，居然还要看证件，谁对谁错咱就不清楚了这个到底这个摆摊的该不该在那摆，对吧？这城管该不该去管他？这个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呢。视频的重点是你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苏州当地骂人的话，城管遇到刁民，怒斥刁民，对吧？你算老几？这个恐怕是咱们这个在大街小巷就是街头看到的一个常态，对吧？就是城管和屁民之间的关系，大概其就是这个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个城管呢，他也有踢到铁板上的时候，城管他也有遇到神仙的时候。大家看下面这段视频。我们正常执法，我允许你进来了吗？你不要站进来啊！这是执法，正常执法我们进步法与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是哪里？我允许你进来吗？你就直接这样踩我家里面来。你们允许你们进我们家里门了吗？我们现在正常执法，比方我们私闯民宅。这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要不跟你们局长打电话？你打，你可以打，可以打。你把电话告诉我。你可以打吗？我是省直的，你可以不要搞错了，我告诉你啊。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进来干什么？一帮人啊？干什么？什么事情？你们说。我们现在在正常执法。你执法，我知道你干什么？你执什么法？对你执什么法？我干什么了？莫名其妙啊！我们犯了法吗？请问谁允许你这样私闯民宅的？我们犯了法吗？我们干了什么你就这样闯进来啊？好有意思啊！我干什么了？你这样执法凭什么进来？我允许你进来了吗？私闯我们家里。不要跟他吵。打110。不要跟他吵。可以打110。
无语了，我允许你们进来了吗？这是无法无天啊！不要吵，不要吵，谁是头？违法了是吗？谁允许你们进来的？哪个是头？我说了可以进家门吗？你就直接这样进来。敲半天门问你们是谁，你们不回答，说是物业的。干什么东西在这里？谁是头？谁是头？你们就闯进我家里。谁是头？谁是头？支什么法？支什么法？我干什么了？凭什么进来？你凭什么进来？这个视频啊，就更有意思了。这个视频的这个前因后果，这到底什么发生的，这个又不清楚啊。咱们只能看到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在网上流传。但是这个片段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核心是我是省直的，核心是这些城管一个个狼狈不堪，低头做沉思状，不敢说话。城管完全没了上一个视频那么趾高气扬，指责，对吧？你没有资格。那这回来了个有资格的，对吧？似乎这个资格还足够充分呢，派头还不小啊，省直的，对吧？就一句啊，我是省直的，城管是瞬间集体沉默，无言以对。这是省直啊，那要是中直呢？那不就直接尿了吗？那这些城管以后啊出去执法，那每个人都配个大号尿不湿啊，免得在人家里尿了，太不好看了，太不卫生，对吧？来一个省直就吓得一句话没有了。那中直呢？不直接尿吗？你看看，同样是城管，面对屁民和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官啊，总之是省直，这个态度截然相反。有人说啊，城管冒充物业传进家里执法，我觉得这个不是核心，对吧？这不是焦点。那对吧？有关部门上家里执法，那不都是查水表吗？送快递吗？对吧？这是有样学样。所以城管他冒充物业啊，这完全有可能啊。还是那句话啊，就这两个视频前因后果这不清楚，但是不重要，重点是他们对待执法对象的一个态度，对吧？这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第二个视频，这个城管啊上人家里去，那着装还是比较整洁的，比较齐全的，脖子上戴着牌牌，胳膊上有红袖箍，对吧？红袖章跟那个第一个视频还不一样，对吧？第一个视频那个人穿的就不正规，也就是全副武装的城管见到官立马啊气焰就下去了。一个没有穿这个着装的，对吧？没有这个制服，但是他见到屁民，那气焰是压制不住，由内而外啊，这是一个这两天晚上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那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更滑稽的啊，就是你感觉不可思议，但它又是真的。这是什么事呢？就网上流传啊，叫中建5局将分公司，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它这么一个项目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也就是你这个项目啊有安全隐患要整改，这很正常啊，就是搞过项目都懂，天天检查，对吧？检查你这项目有没有安全问题，发现了赶紧整改。但是这次整改啊，那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啊。他这个检查组啊，发现这个项目的安全隐患是在哪儿呢？就存在什么隐患呢？说我部在施工现场或者兄弟单位办公室，也就是在施工现场还有你们那个项目部办公室啊，我部观察时，就是去看的时候啊，发现时刻都是苦瓜脸。安全隐患就是我们在工地上和在你们项目部办公室看到大家呀，兄弟们一天到晚一张苦瓜脸，吊这个脸，这个就存在安全隐患。要时常保持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要面带微笑，对吧？要露出8个牙齿。然后有人就较劲了，这有什么隐患呢？哎，人家下面有啊隐患的描述，说关于啊省革委同志工作时缺少微笑，因总包要求李存良、陶富地同志监督整改，逾期不改，按照要求进行处罚省革委个人。然后他下面还隐患照片，确实啊，这哥们儿是苦瓜脸。这个以上隐患限期在2024年11月18号，就是以前要完成整改，并书面回复至安全监督部，逾期未整改，回复按照合同协议进行处罚500元1天，也就是他要求今天整改完毕，就你今天要不效，对吧？1天不效就罚500，2天就是1000，3天就是1500，就罚到你效为止。有人天生他就是苦瓜脸，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整容啊？你说这个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啊？这叫无事生非啊！苦瓜脸，对吧？你得分清楚，对吧？他是天生的就是苦瓜脸呢，还是他真的有事儿，对吧？你要加强做他的工作，对吧？了解情况，哎，这个有可能啊，就是这个人呢每天苦大仇深的，就是平常他很开朗乐呵呵的，
但突然最近几天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反常苦瓜脸，哎，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啊。那你作为这个，你得去关心他，你得了解他遇到什么困难，万一他想不开，在工地制造什么事故，这确实是安全隐患。你这么说啊不为过，问题是如果他本身就是个苦瓜脸，对吧？他平常就是这样，那你管人家干什么呢？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你这个是施工单位，又不是什么服务单位，对吧？你要是服务单位，你得笑口常开啊，要露8颗牙齿。你这对着钢筋水泥，你露8个牙齿有什么用啊？这个是中建五局啊，浙江分公司。这个反映什么呢？反映就是草木皆兵，在高压之下，这个失调，这下面人都不知道怎么干活，那只能这样，对吧？他抓不住重点，胡子眉毛一把抓，对吧？为了完成 KPI， 为了防止出现事故，他只能抓这些鸡毛蒜皮，抓着就抓住笑话。哎，如果说这个啊是个特例，说这个出入安全隐患还情有可原，抓住了苦瓜脸，那下面这个啊，那就更离奇啊。这个11月14号，陕西乾县公安发布通告，这个乾县离西安不是太远，他这个通告内容啊，说啊，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效打击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严深治理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乱象问题。你看看啊，人家初衷啊，目的是保护民营经济，对吧？是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然后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为了这个啊，促进乾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为我县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化环境，县向社会征集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犯罪线索，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反映和相关问题。下面写了举报内容：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职务犯罪、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他公布了这个举报方式，举报方式有2个，一个是举报电话，一个是写信，来信地址乾县城关镇公安局经侦大队。但是他下面有提示啊，他说举报人呢，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问题，提供线索。然后呢，你利用举报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乾县公安将依法为举报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等保密。乾县公安局2024年11月14日，你看看啊，你说这叫什么事？有很多人啊，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不好了，这不就是群众斗群众嘛，发动群众斗群众啊。也有人说啊，这是不是缺钱呢？多个生财之道，也要搜刮民脂民膏。这些说法啊，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问题啊，看到本质，就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我认为啊，你仔细想一想，他和那个中建五局浙江公司那个项目部抓住你苦瓜脸是一个道理，这属于神经过敏，对吧？你说他是为了搞钱，对吧？因为现在很多地方财政的缺钱啊，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现在啊，全国叫非税收入高速增长啊，都能说明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说他搞钱呢，也有可能；你说他是搞这种群众斗群众啊，内部举报嘛，似乎也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认为他这个纯粹是这种高压之下一种形式主义。上面高压，下面就是乱作为，就这么简单。就是说，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就像罚你苦瓜脸一样。你看啊，他这个叫通告啊，发出来之后啊，没几天，由于舆论压力太大呀，这大家热议，他也把撤回了。撤回之后啊，就大家发现呢，他这个举报电话居然是个空号。完了，他后面啊，大家记住，他还有温馨提示，就是举报人呢，你可不能乱举报啊，你得有真凭实据啊。如果你要捏造乱举报，那可要罚你的。也就是你把这个联系起来，他到底是想让你举报呢，还是不想让你举报，对吧？给你留了个电话是空号，完了下面还写了啊，你举报你考虑清楚了，你要有真凭实据啊，你可不能捏造啊，你不能利用举报来打击报复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反映了这个基层的这些有关部门或者干警，甚至什么村委会啊，就是基层组织啊，他在这种上面高压之下，一种反常、无序、乱作为、形式主义，对吧？你不是要保护民营经济吗？保护民营经济，要发展民营经济，那你得保护民营经济啊。你保护民营经济怎么保护啊？你得做出措施出来啊。那有的地方说我这个咱也没什么民营经济啊，它也不像那个长三角、珠三角，对吧？咱这企业都关门了，但是不行啊，对吧？为了发展民营经济，那你这个是不是每个部门都得做出表率啊？你每个部门为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你得做出相应的贡献。
献，你得采取措施，对吧？这个是责任要压实到每个单位每个人，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你有的地方他单位他啥也干不了，但是他还有任务，对吧？这就跟你小学写作文一样啊，你小学生老师逼着让你写作文，那只好自己捏造自己家里养了猫养了狗，天天扶老太太过马路，你写不了啥呀，对吧？我记得我上初中，老师天天让你写日记，那时候要写日记，你知道吧？那日记不就靠你捏造吗？编造？那你这些基层单位，对吧？你在保护民营经济这块，你做了什么切实的工作？你工作抓手是什么？对吧？有什么效果？那你到公安局这，公安局他只能说，那我想个什么辙呢？远洋捕捞不能干，近海捕捞好像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对吧？你从这个通告你也能看出他这个纠结的心态，对吧？留了一个电话还是空号，完了之后下面还写了，你可不能乱举报啊！我这就是做样子，对吧？大家就是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你发出去你看看就好了，不能真举报啊，不就这意思吗？对吧？这是应付上面的检查，年终总结的时候，你看对吧？我单位干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无论是中建五局的，对吧？这个改苦瓜脸，还是这个陕西前线号召这个民营企业内部职工举报，有很多人还没明白他是让你举报什么东西呢？他让你举报你这企业内部贪污腐败，你贪污腐败，你害的是民营企业的利益，这个民营企业老板的利益。前线公安的意思是，我要为这民营企业老板呢保驾护航，要为他们保护权益。所以说通过这些现象，你就知道现在社会这个治理这块是什么一个环境，是什么个现状。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武汉的一个什么大学的那些学者、那教授，还有半月谈，咱们也介绍过。他们调研，现在基层干部主要是应付这些文件、这些报表、这些 KPI， 各个部门，对吧？来自不同部门的到基层的要求，经常就某一个社会现象，为了防范，要求地方政府，对吧？基层部门拿出意见，拿出解决办法。你说他哪儿出什么解决办法？所以他们只能胡编乱造，完了之后还耽误时间。你比如说这一次最近这个特大的这个恶性案件比较多，珠海的，对吧？无锡的，还有以前上海，现在上面肯定非常重视，对吧？从上级政府到省政府到市政府到县，最后落实的都是基层部门，对吧？你们得拿出什么解决办法？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办呢？他只好从查50开始查80，层层加码，实际上是于事无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对吧？这个从侧面就验证了这个管理已经失调了，上有压力，下无对策，只好出此昏招只好查这个苦瓜脸，只好让民营企业内部举报。面对目前这个困难，对吧？面对目前这个治安，显然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拿不出什么真正的措施出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